各位朋友，又係我早市啊！咁今個禮拜六11月1日咧，又有朝頭早嘅9場圍散打比賽日轉播嘅。咁其實計起碼呢日嘅全部賽事都係級制賽，比3日之後嘅下星期二墨爾本杯其實更加係精彩。咁揀兩場一級賽介紹啊，係啲孖 T 嘅場合嚟嘅。先講係第6場限3歲馬角逐嘅1200米直路賽，呢一場係亞國維錦標啊。咁我嘅推介咧都係着重喺高多芬馬房身上啦。你見我今次都着件藍衫咧，就幾支持佢啲馬嘅。咁首選咧就揀一隻1號嘅倍流神啦。咁呢隻馬其實賽績勁嘅地方咧，就係上次贏呢個金玫瑰錦標啊，就喺悉尼嗰邊。一放到底贏1400米嘅，咁大勝對手之餘咧，跑第三咧就係喺珠峰錦標輸俾嘉應高升嘅動心。咁如果計嗰個賽績級數咧，佢而家今次縮翻落嚟跑1200米咧，面對啲同齡馬都係機會幾高啊。咁至於次選方面咧，另外高多分一隻賽區咧就係呢個離河市鎮啊，呢隻3號馬其實咧個演出係好準成嘅。咁同埋佢跑費明頓馬場嘅直路賽咧都幾耍家。上次咧跑咗1100米咧，呢個直路賽又後上不及跑第三啦，所以今次跑長多100米咧，應該有利佢嘅後上跑法，可以咧同呢個倍流神雙龍出海嘅。咁至於第三選咧，揀隻10號嘅殿堂騎功啦。咁呢隻馬睇英文名其實就係白德文咁解嘅。咁呢隻馬上一次咧就係喺玫瑰崗馬場跑啲3歲馬嘅2級賽羅馬領事錦標咧，就放棄咗佢一半快放嘅跑法咧，後上跑第二，而且直路咧揾位幾困難嘅。咁所以今次咧過咗嚟呢個墨爾本跑費明頓嘅直路賽咧，如果因應翻佢上次改跑法咧，其實應該會幾合適。咁第三咧選都要揀埋佢嘅。S1嘅第6場亞國維錦標，我順序提供係1號嘅倍流神、3號嘅離河市鎮同埋10號嘅殿堂騎功。咁至於主題賽事 S1嘅第7場圍散打比咧，又係睇好高多芬嘅馬匹。咁首選咧都要揀翻上次大熱門贏個滿利谷銀平嘅1號馬觀察家㗎。咁嘅馬之前咧都算係寂寂無名啊，但係咧前一仗跑個考菲爾德堅尼咧，沿路入直路啊，一路望空唔到啊，最後望空咗100米度已經追翻去第三啊。所以咧上次跑滿利谷平咧已經被捧成大熱。咁啊薛海華咧就用一個主動嘅跑法，由頭放到尾嘅入直路咧，最後階段一早收韁啊，所以先係贏半個馬位咁少嘅啫。今次咧雖然係再真情跑2500米啊，咁但係睇翻佢之前咧跑考菲爾德堅尼咧，其實都係唔使要放頭，可以守住啲好位嘅。咁同埋佢排翻內檔起步咧，早段應該好有利去揾遮擋。咁始終咧都係實力未盡嘅馬，雖然都係熱啲嘅，但係都唔可以拋棄。咁至於次選咧，又係高多芬另外一隻馬啦。咁隻5號嘅選擇權咧，上次其實都係同觀察家一樣跑滿利谷平嘅，但係個走位咧就有少少漫不經心啊，沿途都喺內欄嗰度攝住上嚟，入直路亦都冇乜點望空過嘅。咁最後跑第5，但係過終點嘅餘勢都幾勁。咁睇翻嘅馬賽績咧，之前都係跑慣費明頓呢個馬場嘅，而且咧跑嗰啲1800米都係好後咁樣追上嚟贏馬同埋入個位，咁所以咧喺場地嘅性能更有保證底下咧，唔排除可以同呢個觀察家雙龍出海嘅。咁至於第三選啊，都係揀翻又係上次滿利谷平嘅馬啦，就係跑第2嘅天道浩華。咁因為上一次咧，麥道朗就立心留後衝一段嘅，但係望空咗之後咧，嗰個後勁都幾勁，最後咧一路追上嚟咧，收窄到一早收韁嘅觀察家，只係輸半個馬位嘅啫。咁今次係麥道朗啊，留翻喺悉尼嗰個跑金鷹錦標嘅賽期啦，咁換咗韋紀力咧，其實都係最佳嘅代替人選嚟㗎啦。雖然排個外檔起步，但係都係留後衝一段嘅馬咧，其實都冇乜所謂嘅。咁以佢上一仗都係輸俾觀察家嘅賽績咧，今場都有機會入圍嘅。S1嘅第7場圍散打比，我嘅順序提供係1號嘅觀察家、
5號嘅選擇權同埋6號嘅天道浩華。咁下一次出片嘅時間咧，都會唔會太耐㗎啦？就係因為周日凌晨咧，又會有5場嘅美國育馬者杯轉播賽。咁我可能都係集中講2場比較矚目嘅咧，就係經典大賽嗰場2000米泥地，同埋呢個草地大賽2400米嗰場草地嘅。咁到時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